我係黃浩光牧師，今日嘅經文係馬可福音第11章12到26節。呢段聖經係將咒詛無花果樹同埋潔淨聖殿一齊嚟講，兩者對教會對信徒都有特別嘅意義嘅。無花果樹一年結果兩次，就喺6月同埋9月左右。通常喺未生葉之前，必有一啲嘅果子結出。當時雖然唔係結果子嘅季節，但樹葉好多遠遠可見呢，顯出好似有果子嘅跡象。以色列地嘅無花果樹喺新葉仲未長出嚟之前呢，就先結一次好似綠色小柳嘅初果。如果冇呢啲初果呢，呢棵樹以後就唔會結果子㗎喇。當時並非收無花果嘅時候，而耶穌卻要揾無花果，並唔係吹毛求疵。佢係揾初果，連初果都揾唔到呢，呢棵樹以後呢都唔會結果子㗎喇。耶穌並非因為肚餓揾唔到嘢食而發嬲，去咒詛呢棵無花果樹。耶穌最終嘅目的係要向人施憐憫，佢利用一棵樹去教訓人一個道德性嘅功課。呢棵無花果樹象徵猶太民族，長滿咗宗教信仰嘅葉子，但卻結唔出公義嘅果子。所以呢棵樹係代表虛有其表啦，係令人失望嘅。呢啲人嘅結局就好似呢棵樹咁，係會枯乾嘅。當門徒第二日見到棵樹枯乾咗，就好驚訝。耶穌就教佢哋認識禱告嘅功效。有力嘅禱告係根據兩個條件，第一個就係我哋同神嘅關係，就係信心啦。呢度話當信服神，個意思就係要有一個靠着神嘅信心。有咗呢個信心呢，你就能夠將阻住神旨意嘅大山攞走啦。大家要背咗第24節佢下半節話呢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意思即係話嗰個信心係信已經得咗噶啦。咁樣就必定得着噶啦。呢個正係一棵無花果樹，當耶穌咒詛之後呢，呢棵樹並唔係立刻枯乾嘅。等於我哋祈完禱之後並非立刻見到效果，但你相信你嘅祈禱係有果效嘅，你已經得着所祈求嘅，就好似耶穌講完一句話係有果效咁，第二日就見到果效啦。無花果樹的確係枯乾咗啦。禱告第二個條件就係我哋跟人嘅關係啦，就係要饒恕。後邊嗰幾節係講饒恕啦。咁第25節就話站着祈禱，係當時啲人祈禱嘅姿勢嚟嘅。我哋一定要寬恕嗰啲得罪我哋嘅人，否則嘅話，神亦都唔會寬恕我哋嘅。耶穌潔淨聖殿係執行彌賽亞一方面嘅任務。發生嘅地點就係聖殿嘅外院，即係外邦人院啦。外邦人都可以喺聖殿外院向神祈禱嘅，所以神嘅殿稱為萬國禱告嘅殿。但係好多人將外院變成一個市集，喺嗰度做買賣同埋兌換銀錢。有啲人特別係祭司乘機詐財。第16節話唔准人拿着器具從殿裏經過，就係好多人走捷徑，將聖殿當作通道去其他地方，使到聖殿十分嘅混亂。所以耶穌就將呢啲人呢趕走啦。呢段經文對我哋有乜嘢意義呢？第一，我哋信主嘅人唔好虛有其表，只係有宗教嘅外表，但結唔出果子。呢種人係白佔地土嘅，耶穌係會以佢嘅公義嚟處理嘅。第二，我哋要重視禱告，代表呢個跟神嗰個信心嘅關係，亦都對人呢亦都有一個饒恕嘅關係。第三呢，我哋信主嘅人係聖靈嘅殿，內心應該不住嘅禱告，唔好掛住啲俗世嘅嘢。聖殿嘅混亂等於我哋內心嘅污穢，需要主嚟清理嘅。第四，聖殿好比教會，需要執行紀律。冇錯，教會要有好仁慈咁對人，但對於一啲搞事混亂教會嘅人呢，就應該強硬對付啦，好似耶穌清理聖殿咁強硬一樣。好，我哋祈禱，主啊，讓我檢討自己有冇結果子，有冇饒恕人，有冇清潔自己嘅內心。我願歡迎主清理我嘅一切，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。
阿門。